有人話錢係一面照妖鏡，只要牽涉金錢嘅利益，一個人嘅真實性格往往就會表露無遺。大家好，我係 Danny， 美國歐文士商業顧問 Receivable Management Service 做咗20年啦。我見過嘅唔單止係帳目上嘅數字，更加係赤裸裸嘅人性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眼見嘅金錢眾生相。個閨蜜識咗好多年啦，好 friend 啦，大家雙方嘅屋企人都熟埋咁滯㗎啦。叫我個客啦，即係債主啦，買保險，亦都問佢借咗錢。咁啊借錢百幾萬啦，百幾200萬啦，借咗錢咧就諸多藉口嘅，又話阿爸病啊，媽生 cancer 啊，就見佢唔見咗一排，即係電話又唔覆啊，又 block 咗佢啊咁樣。點知第一次咧就喺 Facebook 咧見到咧，原來咧佢就喺伯明翰啊一啲地標嘅建築物咧影張相，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知道佢咧證實咗佢移咗民啊，走咗佬 ，cut 晒所有 contact。咁我個客就好嬲啦。咁後尾咧，我哋透過一啲我哋自己嘅 network 啦，因為我有經驗，即係對於呢啲咁嘅 investigation 啊、查案啊好出名嘅人，我哋係同一個 partner。原來咧當時咧係同呢一個債仔咧買咗好多份保險，幾廿份保險咧咁奇怪嘅，就去呢間保險公司調查，就攞晒啲保險出嚟，係屬於一啲不當嘅行為嚟嘅，唔係將嗰個利益擺喺個受保人嗰度嘅。咁就跟住我哋就寫信去呢間保險公司嘅亞太區總部嘅 CEO。如果你唔處理呢件事唔緊要啊，我哋係透過第啲渠道去將呢件事講出嚟，俾其他人去評論下咯。例如保險保監局啊，或者係傳媒啊，咁咧佢就話會俾一個叫做 ex gratia payment， 咁啊簽晒嘢嘅，咁成件事就完咗啦。咁好老實講，唔理佢邊個俾錢啦，起碼我同我個客討回公道啦。有陣時我行多一步，諗多一樣嘢，希望即係最終係達到一個目的，就係希望同個客討回公道。俾朋友咧係最痛心嘅，但係處理呢類型嘅私人債務咧，大家都要學識保護自己。第一，一定要睇清楚自己簽緊啲乜嘢，了解清楚呢啲，譬如話投資嘅動向啊、合同嘅全貌啊，白紙黑字咧係對雙方最好嘅保障啊。第二，善用人脈網絡。商帳管理員嘅價值就在於我哋有法律團隊，有海外嘅聯繫，令匿埋咗嘅債仔都可以面對現實。第三，山不轉路轉，向源頭追溯。既然件事同債仔嘅公司業務有關，我哋就直接同佢母公司去磋商咯。雖然唔係債仔直接俾錢，但係只要結果係令債主攞返個公道，條路點行又有咩所謂啊？